焦慮症係心神飄咗，搞掂呢兩點就可以啦。焦慮症嘅本質係心神浮於外邊，所以會冇因由嘅緊張、焦慮、恐懼、不安。中醫講嘅心神就係人嘅精神思維意識，心主神嘅意思就係心係神嘅主宅。如果神正正常常冇到處跑，咁人嘅意識、精神以及情緒就唔會出現咩問題。心神點解要浮於外邊呢？一係心有問題啦，例如有痰濕、有火干擾咗神嘅安寧，就會離家出走，或者心陽不足、心血虛唔能夠供養心神。仲有就係神過於興奮，都會焦慮不安。所以治療焦慮，無非就係通過達到心靜神安嘅目的。舉一個例子，有一個大學生，自從入咗大學之後咧，經常徹夜不眠，白天昏昏欲睡，表面睇起身冇異常，但係心入邊卻經常默默咁樣焦慮不安、鬱鬱寡歡。瞓覺時間正常，但係瞓完之後咧，疲乏冇力。由外表睇咧，體型係偏瘦嘅，面色係暗黃嘅，神情係萎靡嘅。佢自己講怕冷嚴重，記憶力差，胸悶氣短。從舌象去睇咧，佢嘅舌質淡苔白。綜合分析係心陽不足，唔能夠濡養心神，應當溫陽安神。用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加減。桂枝、炙甘草、生龍骨、生牡蠣、浮小麥、麻黃、石菖蒲、大棗等15劑藥，一日2次，再結合我哋嘅黃芪梅花針灸。半個月後復診，胸悶、心慌消失，心理恐懼消失，乏力消失。呢個時候我哋調整方劑，囑咐患者堅持運動，堅持2個月之後咧，患者嘅氣息好轉，症狀基本痊愈。睡眠偶然有夢，但係能夠自我調節啦。生活同學習已經步上正軌。《黃帝內經》講：陽氣者，精則養神，柔則養筋。心陽不足，心神就缺少咗養分，只能夠出走。呢叫做神氣浮越。所以根本上只要恢復心陽，然後再用一啲安神定經之品，心神安穩，一系列嘅症狀都會好轉。之後再逐步鞏固對症治療，就可以達到標本兼治嘅作用。歡迎點讚、收藏同埋分享俾你身邊有需要嘅人。